我们各地的莲友，正国寺的所有常住法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利用早上跟各位大家报告善导大师的开示法语，他提醒我们大家，弥陀智愿海，阿弥陀佛的智慧跟他的愿力像大海一样这么宽广啊。阿弥陀佛的智慧跟他的愿力不可思议啊，不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可以去猜测的。我们凡夫没有办法去了解佛的境界，佛的那一种悲心，佛的愿力。我们呢，千万分之一你都没有办法去体会。只有这种有修有证的大师，成愿再来的菩萨们，他了解，他知道。很清楚明白说，阿弥陀佛的智慧跟愿力像大海一样。他说深广无涯底啊，很深很深很深奥，非常的广大，无涯底就是没有界限。阿弥陀佛的智慧跟愿力啊，可以说难以想象，不可思议，我们只能这样子形容，其他我们再怎么比喻都不是很恰当。为什么？因为弥陀的慈悲太伟大了，闻名忆往生。如果我们听到他的名字，我们想去往生，实际上不是我们想去啊，是佛愿意你们赶快都来哦，是佛要普劝一切众生，劝告所有的众生，我希望你们都来我极乐世界。你看，你如果听到那个内容，当然我们很向往啊，但是佛本身来讲，他是多么盼望你们大家都来，我辛辛苦苦为你们打造这个极乐世界的环境，我一无所求，希望你们过得非常幸福安乐，而且非常有智慧的那种生活方式。佛用这样的悲心打造的环境，不是为他自己，他为所有的众生，你只要称念名号，都能来到我极乐世界净土来，皆悉到彼国。这些人如果听到名字，你称念，那所有的人一个都不会遗漏掉，自然就到了彼国，就西方极乐净土了。你看，阿弥陀佛就是要救度念佛的众生，他的悲心是无量的，就要成就了名号，就让我们称念到极乐世界。第二段呢很重要，其有得闻彼呀。如果其中有人呢，有个众生，你得听闻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一个地方哦，有一个清净的国土哦，然后那里面有阿弥陀佛这尊佛，他的名号已经出现了。佛发愿，他要成佛之前，所有的功德都要记住，都要圆满，名号才会出现。名号出现就证明他已经成佛了。他发愿，我要用我成佛的名号来救度苦海众生，不单是这个世界的众生，他方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其中也包括了六道轮回的众生，连那个地狱、恶鬼道、畜生道的众生，他一个都不会放弃。欢喜至一念，你只要非常的欢喜，称念一句，只要一念哦，一个念头，我愿意去。我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佛都永远不舍弃你，永远不远离你，随时都在旁边照顾着你，随时都要接引着你。你看，佛用这样的方式，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方便，而且人人都能够修得起来的法，来告诉我们。善导大师这么称赞，他说：只要你能够欢喜啊，甚至于只有一个念头，称念一句名号，皆当得生彼，全部都应当绝对的、肯定的，都能往生到西方净土。各位，这一段话有没有重要？就我们念佛的人呢，大大的增加，很大的信心。你看，实际上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呢。佛跟佛才最了解彼此之间的想法，他的愿力，他的慈悲是没有界限的，他所付出的这一切代价，只有佛跟佛是最清楚的。所以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啊，他讲出来的话就代表佛陀所说的嘛，佛陀为我们众生开示的。所以我们听到这一段内容，我们就满心的欢喜，希望我们大家念佛成佛，以后我们都在西方见面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